各位乡亲，大家早早欢迎收看3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雅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今日针对着武汉肺炎疫情，宣布美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会提供这500亿美金的联邦资金来对抗武汉肺炎。将来后美国股市伫大落了后，又搁随来大起，道琼工业指数大起要2000点。连续2天大落，搁创下一礼拜2摆熔断纪录。美国股市13三大指数全部大起超过9%，其中道琼工业指数起1985点，是史上起上济。Well, a relief rally, and also I think the concerns that we all had yesterday. I mean, the fear and the anxiety and the worry that we wouldn't see another up day, but then here we get this today is just proof that this market is resilient. 虽然礼拜5大起，但道琼指数一礼拜又完60%，史坦普500加纳斯达克指数也落超过8%。为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美国总统川普13日白宫草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To unleash the full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effort today, I am officially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除了要提供美金500亿联邦资金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川普也要求美国各州成立紧急处理中心，搁加强病毒检测工作。不过，前一阵来访问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伊新闻秘书第12确诊武汉肺炎，即摆又搁传出波索纳罗本人也确诊。不过，伊透过推特澄清，爱大家唔通相信媒体上的假消息。不过，也是继续等第2摆检验结果。另外，欧洲东西区意大利官方宣布，一天新增加250名死亡病例，是单日相关纪录。目前确诊总数增加到17660例，死亡1266例。另外，捷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后，13进一步宣布3月16日起禁止所有外国游客入境，捷克公民也未当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美国政府嘛，这无长期雄雄禁止讲伫个14天内捌去过这欧洲的旅客未当入境。而且，这要欧洲线要来停飞30天，这个消息出放出来，有哪真侪伫欧洲美国人赶紧要倒转去。美国总统川普要做这个决定进前，嘛无含这欧洲国家协调，引起众人的批评。欧洲各地主要城市的国际机场12拢出现临时改变行程，赶要转去的美国旅客。We were flying on SAS on Saturday, and we were not sure if we would be able to get back in, if something was canceled, so I spent $3,000 for another flight.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麦克麦因蒂尔形容，伊伫咧巴黎戴高乐机场看到的状况真正是喊呱呱。有赶伫咧禁航期限进前登记的美国旅客，用2万块美金的价数来买机票。美国总统川普11雄用防疫来做理由，禁止14天以来有欧洲新冠26个旅游史的旅客入境，长航30天，嘛互真侪人唔知要安怎才好，真正会使讲是计划赶袂赴变化。C'est du Trump, c'est débile, ça n'a aucune. On peut pas partir d'Europe sauf de Grande-Bretagne. Enfin, c'est n'importe quoi. En ce moment, on vit de façon, c'est complètement irréaliste c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au niveau des décisions actuellement. Donc, c'est tout on subit. 川普要做这项决定进前，完全无甲欧洲各国来进行协调，嘛引起欧盟领袖无欢喜。因讲要打败这场全球性的病毒危机，需要的是做伙合作，唔是孤凭的行动。The coronavirus is a global crisis, not limited to any continent, and it requires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unilateral action. The European Union disapproves of the fact that the US decision to impose a travel ban was taken unilaterally and without consult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is taking strong action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川普迄天伫咧白宫的办公室，甲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谈，去互记者问话时阵，伊是安尼讲的。When you think of what happened to Europe, because it was very fast and very furious, and what happened is a lot of people went from China into Europe, and Europe suffered tremendously. You see what's going on. And so I just wanted that to stop as it pertain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what we've done. We've stopped.
根据估计，逐工飞过第三洋往回美国甲欧洲之间的航班超是400只左右。航空旅游业受到这届疫情的影响，业绩已经歹甲。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警告，川普的美欧禁行令会互航空业者的困境更较恶化，嘛有可能互航空公司袂堪一转来倒去。记者综合报道。马尾看到中国疫情讲是哪来哪减少，官方公布影响新确诊的人数讲只有8例，而且有21个省讲超过14天拢无增加新的病例，真侪所在有哪开始复工。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个病毒真有可能是美军炸来的，认为讲这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啊，毋过安尼讲，有哪伫网络顶悬引起了言论的战争。对测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身到武汉视察疫情了后，中国新增确诊人数也快速下降，定调远离高峰。12官方通报新增加15例确诊，创下上少数。13更加宣布破纪录来到个位数，一天新增加8例确诊，包含武汉5例，3例境外输入，有侪省份最近来无人确诊。截至3月12日，有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过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积极向好，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中国疫情历来各地也开始陆续复工。国防院表示，全国除了欧北以外，具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95%，人员平均回来上班的比率大约8成。不过也表示，国际疫情的拓开对着复工复产带来真大不确定性。欧洲是吧？以及美国等国家疫情的这个蔓延，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新国兵讲，虽然疫情全球拓开，不过对中国影响也是会用控制。刷来要一系列做法，中国对内要拼复工，对外也一直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伫推特指出，疫情可能是由美军带来到武汉的，认为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引发中美论战。不过，也武汉的少年人讲，中共敢若一直爱人民受分敌视台湾，受分美国，确实无人要来担这责任。就是全世界欠我的受害者心态，武汉呢还在牺牲，还在受苦，可是他们现在跑出来说这个病毒从美国来的，哎呀，你看国外做的多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国做的特别好，非常可怕。杜良讲已经是去透露，强调真侪武汉事件的幸存者，即使人有义务为死去的人来讲话，也讲等待疫情结束了后，希望离开中国，强调家己毋是游客，毋是移民，而是要走乱。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今日报纸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先来看联合报。这武汉肺炎疫情讲，互这民众即阵仔有伫抢水啊、酒精、卫生纸。即摆讲农民嘛，因为烦恼这肥料会起价，这抢肥料，有地头一年的肥料量一天就互人买了了。农民啊，讲拢会当买到肥料。即摆农委会宣布，后礼拜开始嘛要杀出肥料版的减量者。来看到自由时报，台中的火力发电厂的烧土炭的证据，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引用驻地条例，小蔡对着台电来开发。杨建义即马宣布讲，已经发函予台中市政府，说明驻地条例一部分的条文有卡着空污法相关的规定，有3条条文算作是无效的。所来看是这《苹果日报》，好像是台湾上有机会摕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杨牧，将过身去了，享受80岁。伊15岁开始写诗，65年来创作真济，伊作品有那互翻译去真济国家，古哪届有那入选教科书，也佫争做大学学测作文的题目。镜头所等来，国内来关心的是这国内疫情啊，国内讲第一章又佫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是一个外国人，即卖已经有50例，啊，这个50岁。啊，到伫个这中部的这美国人，顶个月讲有4位朋友为美国来找伊，而且这4个朋友等倒转去美国了后，讲有确诊，指挥中心有怀疑讲，这第50例，真有可能是互伊的朋友介画着。
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佮增加一个是中部50多岁美国籍的查甫人，伊家己一个人伫咧台湾上班。2月24了后，捌接待4个对美国来的朋友，3天了后，伊小连续出现胃寒、咳嗽、发烧等等的症状，后来去病院采检才确诊。因为个案其中一个朋友伫咧聚会，迄天就出现症状，而且朋友的妈妈伫咧美国嘛确诊得着武汉肺炎。另外一个朋友离境了后嘛出现呼吸道的症状，所以疫情指挥中心研判，第50个去互美国来的朋友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变做头一个美国境外移入境内感染的本土个案。他的友人，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啦，好，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也不可能会筛检得出来。指挥中心表示，个案因朋友入境的时阵，因为毋是对疫区来，所以无进行体检。未来为着强化防疫，当地研究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会用手机监控，而且设主动回报系统。若是无照时间回报，除了会处罚，嘛会启动找人行动。你没有来固定的照着时间沟，每天量2次的体温来回报，我们会罚。你有症状没有来通报，我们会罚。因为国内已经连续4个确诊个案，拢有奥比卢有事，尤其是美国差不多全部拢有。指挥中心嘛考虑对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还有加州等等优先提悬旅游疫情的建议。美国我们大概是几乎已经到了这临界点的了我们大概一定会把它大概升级，要提醒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还是会分州或者分区这样做相关的对应的措施。陈时中表示，伊早上早起去外交部向各国特使报告台湾的防疫状况，嘛甲各国讨论要安怎伫咧边境防疫面顶来合作，针对大家真关心的疫情当时的结束。陈时中强调讲，伊敢若看会到疫情的趋势，看无疫情的重点伫倒位。伊个真笑亏回应讲，上有能力预测疫情的是中国甲 WHO， 毋过中国讲话大家拢毋相信，而且 WHO 到今嘛阁无愿意讲台湾真歹预测疫情的变化，所以咱会做上歹的拍算，上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新铁路中一个高三的查某学生进前留伫武汉，好卡在有坐到第2批包机倒转来台湾。说来伊的爸爸有拿写一张感谢的批，感谢政府。毋过伫个武汉也有真侪台湾人伫遐，因嘛翕影片，望政府赶紧去接伊。去台湾的护照证明家己阁是留伫欧巴武汉的台湾人。学生囡仔家己拍影片，诉求会当赶紧倒来台湾，阁有心的护理人希望会当赶紧倒来台湾做产检，阁甲有人赶着急要倒来台湾看医生。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了，已经2个月没有产检了，也没办法买一些孕妇所需要的营养品。因为我心脏已经装了5支支架，那如果不吃药的话，我很怕会再阻塞。伫第2批的包机载当的361个台湾人了后，当地阁有140外的学生，600外的台湾人，因为无法度倒来台湾，因的课业、工课拢全部停止。对因的诉求，第3批包机当时会当安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出，这牵涉到两岸互信的问题，阁有待观察。学者是认为，短期内底恐惊无法度。回来以后，两岸彼此放话的一些状况来讲，就是说。彼此两岸对某些问题处理的差距还是有一些差距了。第3批包机看样子好像也没那么短期间好像不会成型吧。真好运坐到第2批包机的人，目前全拢隔离检疫，其中有一个高3的学生，差一点赶袂赴4月大学考试，即届顺利倒来台湾，学校的老师拢替因欢喜，伊爸爸嘛写一个感谢批，感谢总统蔡英文甲相关单位的协助。可能也兴奋也感动，然后有相关的事情他也要配合，所以也都还没有好好休息。不过呢，就是回到台湾感觉真好。学校表示，依照这个学生的成绩，真有机会会当考调第1志愿台，好加在即届会赴赶会到第2阶段的面试。倒来台湾经过隔离检疫，上紧4月就会当倒来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北青的恒星时代做伙来检举假消息，将刑事单位佮公布讲有8件这网络假消息，讲是咧乱讲第47病例，讲是台南科航空区的员工，也佮有人黑白传讲这高雄小港病院出现了较真的病例，大家有哪要提醒乡亲，千万唔通黑白传这假消息。
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大家真惊吓，网络面册架内有真侪假信息。刑事局13公布4件假信息，已经约谈4名牵涉人移送法办。有网友伫面册散布第47个是台南科学园区一间公司员工为荷兰出张，倒来台湾了后上班，引起科学园区员工惊吓。有网友伫我是像哪人面册社团散布一名印尼移工画照，出自像哪的杂货店，拢是无实在消息。武汉肺炎啊，第47号啊。确诊病例啊是某某科学园区内公司的员工啊，造成科学园区内啊人心惶惶与恐慌，严重啊造成科学园区内企业产能的降低。法务部调查局各查出4件假信息，有咱药团小港病院出现一位为广东倒来确诊案例，家伫新庄运动场附近出现确诊案例，拢是假信息。这网友被约谈到案，以特殊条例散布不实信息罪，相关应处3年有期徒刑，实质是300万罚金。为防堵疫情，将法官府升级出探病法则，为3月13起，除了交互病房、安宁病房这特殊探视需求，或者是经过医师同意以外，将法官各病院一般病房一律禁止探病，按无相关，应罚15000。其实医院它本来就是收治急重症的一个地方哈，那它的风险其实我们应该在事先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哈，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开始公告。中法官卫生局表示，有缘开放每一位病人一名陪病亲友，按过爱实名登记。台北市13也公告补助医护人员住防疫旅馆一案补助16000。依照公务员的规定，只能负担到1600，旅馆愿意用这个价格提供2餐，然后再住宿24小时。台北市府表示，到13为止，台北市已经对70位违反居家检疫规定者开罚，总共有202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爆发了后，有咱予国际自由的记者帮盘，即台塑化学厂的董事长陈宝龙就表示，国内5大塑胶类拢是出对中国去，嘛因为疫情关系，最近真正是真歹长势，是5万这营收税是毋是当宽限？到年底才来了。伫台北的台湾科技园区，捌被俄罗斯代办设局。如龙集团旗下台湾纺织，20年前捌将台北到厂房基地重新开发，成功吸引300间科技厂商进驻。不过集团旗下台湾纺织台北厂却传出资遣员工，按算上紧6月关厂。那他可能要之前到220几位，4月、5月、6月，分3次来之前员工。台湾纺织本业表现无好，每年亏损3到4亿，加上最近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加速集团推动转型计划。纺托会也表示，这波疫情对国内纺织业影响真大，尤其国际大厂订单减少真多，今年第1季营收恐怕无乐观。我们大的客户啊 ，Nike 啊、艾迪达，今年在大中华区的这个是第1季啊，就衰退得非常严重。石化产业链下手的纺织业表现无好，顶手的石化原料业受疫情影响，景气也歹，需求减少。国际油价崩盘，经济目前中油7.3B 指标油价每桶33.74美金，比顶礼拜66.76美金。照中油油价公司估算，下礼拜汽油会达3.8块，柴油64块，创油价公司上落了后上大单周的降幅。加上国内石化原料主要出口国兑换中国，为疫情爆发了后，最近营收阁是落真大。说大家正在收入很低的时候，能不能够延后，到年底才来交这个钱？经济部13载起，召开第2摆产业座谈会，邀请国内民生化工产业参加。经济部长辛进振也特别出席，服业者向经济部提出纾困需求。防疫的支出也能够来抵减，参展的费用这些受到影响，也要来考虑。经济部甲企业对话还有2摆，按算16，下礼拜2甲类似型服务业，下礼拜3甲金属机电业。经济部回应所有产业意见了后，伊阁甲行政院讨论何纾困措施，应真正帮助业者。另外，各界认为有算成果少，强调无排除有第2摆纾困有备金。记者综合报道。卖讲这大厂，大家拢爱求伫高雄的绿合观光夜市啊，嘛因为疫情关系，即马规个生理系列的，也阁有诚侪店家开始来退租。高雄市政府表示会向这中央来争取消费券。另外，伫金门的观光业，即马嘛是共款真无好，所以金门县政府有哪有杀减税的政策。
过去真闹热，人客真多的六合夜市啊，3个以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人客拢无啥要来，囥伫路中央的桌椅，规矩甲菜伫遐，佮本业面大拍开，因为生理已经65到70成。尽管真侪厝头家已经赶紧来降租，包括店租5万的降到3万，一工700的单位降到500。不过夜市啊176个业者也是有超过30间退租，4家拢是要租要卖布条。进入差不多20%，差不多20以上退租的啦。因为生意拢做袂落啊，只有吼一工拢也做400-500块啊，做1000几块的啦。只有海产店有时啊暗时讲无开市的啦。高雄市府讲会推出纾困贷款，申请的店头会用得到利息补贴1.5%，并且向经济部争取协助。除了高雄夜市的纾困贷款以外，台南市市场大头防疫也做实物的透明价帮，互买卖双方在安全环境中来买卖。那这样比较卫生啊，客人都满意度都蛮高的啊。看起来比较卫生，然后又看起来就比较优质啊。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台湾各行各业，外口观光卫生的金门关面对游客减真多，推出减免房屋税，也有使用牌照税。7层楼来讲，那现在客人减少了，可能只需要用到1楼跟2楼。那3楼以上，如果说停用的时候，本来是用营业用税率，现在改成用非住家非营业的税率1.5%。推出减免房屋税甲使用牌照税以外，官府也强调，业者营业规模若是缩减，会使向税务局申请部分的劳残所在停用，甲原本营业用税3%改做非客家非营业用税1.5%，扣房屋税，减轻缴税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电风方面的消息，这渔业署在审查这台南北门7股有4个供电气电强性案件，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因区是这乌面腊尾甲水饺生态的所在，渔业署拢无完整的评估，无应该安尼就调入来审查。规定的乌面腊尾伫台南7股的沿海地区找物件食，不过7股甲北门这个所在有业者要设供电场。渔业署伫13下晡进行相关供电气电强性案的审查，有公民甲生态保育团体出面抗议，因为相关审查机制还未完成，不应该开这摆的审查会。我们不是反对，而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配套，降低光电跟生态的争议，然后透过公民参与，还有生态的盘点，让光电去对的地方，用对的方法来加速发展。在这个机制还没有确定下来之前，就要先审这4案。在目前的制度没有办法厘清现有的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不利于这个案场跟其他光电案场未来的发展。公民团体表示，这摆审查的4个供电场，范围甲乌面腊尾甲水鸟后的所在，重大真济，属于生态敏感区，无适合过度开发。渔业署原本承诺会检讨修正相关审查办法，不过到即马拢无完成，安尼审查未有共识。这个再生能源本来就是我们一个目标了哈，那我们都会去比对一些生态的一些这个敏感的区位，那当然基本上要避开嘛，类似这样的一些原则，那大家各个委员不同的委员，大家有不同的专业，我们来综合再来讨论。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强调，13个审查也佫增加非政府组织生态成员甲鸟类专家，应提出供电对在地鸟类的影响，对专家学者的建议，会佫综合无同款的意见进行评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为着要来保障讲沿海饲蚵仔民众的权益，修正相关的条例，讲只要是有牌的，嘛有来缴使用的费用的业者，那真正有拄到这天然灾害，就当照政府的规定申请补助。饲蚵仔人使船伫咧蚵仔边来来去去，检查蚵仔生长的状况，为着保障沿海饲蚵仔人的权益，嘉义县除了有白挂式蚵仔边养殖区域渔业权管理政策以外，今年开始，竹白式蚵仔边嘛进入纳管收费。伊是算讲预防万一啦，伊其实你若收费吼，补助费用较摕悬的，较摕较悬的，人较有法度接受啦。因为你算讲费用要收，你补助甲伊的。补助吼金额无一个比例嘛，伤过少嘛，这新报人较无勇于原因就出伫遮啦。
嘉义县是国内饲蚵仔上大的产地，一年的产量超有9000多吨。养殖的形态分做白挂式甲浮白色两种。今年开始，甲浮白色蚵仔病来入去管理，那是因为天灾受到损害的时阵，饲蚵仔人得当申请相关天然灾害救助保障，而且买当有效管理。那包括它的蚵棚需要把它强制回收回来给县府这边来做回收。那包括它需要缴交海域使用费，每一棚500块钱。那另外就包括像说，它如果是使用保利龙浮具的话，它需要做包覆，那避免来污染我们的海洋。嘉义县沿海地区蚵仔病面积超有700多公顷，浮白色蚵仔病超有9000多病。要安怎证明蚵仔病是啥物人的？农业处表示，会先配合画册图的资料来掌握区域甲范围，而且定出蚵仔病的管理办法，确保饲蚵仔人的权益甲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今仔这各地天气，在北部地区有落雨的机会，温度是15度到18度。来看是这中部地区，同款有哪种落雨机会，温度是18度到22度。在南部地区嘛是拢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1度到24度。在东部地区，同款拢是落雨，温度是17度到22度。华岛的平遥、金门、马祖温度是12度到22度。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